香港都係一個高齡化嘅社會啦，咁當中好多長者甚至係其他人士都有呢個長期病患啦，例如糖尿病，其實係食唔到即係我哋普通用砂糖整嘅甜品。中心有一個活動啦，咁就係喺外邊請咗營養師過嚟教如何去整一個軟餐啦，都令到我哋去啟發到其實呢一個社區上面都好需要有特別飲食關注嘅議題。因為我哋相信甜品係人與人之間聯繫嘅橋樑，透過甜品可以一齊食，可以共享。雖然佢哋食唔到真正嘅糖，但係我哋希望我哋嘅甜品都可以俾佢哋感受到甜品嘅溫暖，同埋可以食到當中嗰種幸福感。咁我哋糖不甩呢個 project 嘅理念，其實就係為咗係想要俾一啲需要低糖飲食嘅人士去品嚐呢啲甜品嘅。市面上其實咧有好多嘅寫住係低糖或者減糖嘅甜品啦，實際上都唔係符合標準嘅低糖啦。因為減少咗糖分嘅比例，所以導致佢食唔到營。我哋第一次整曲奇嗰陣時，經歷咗無數次嘅失敗，用咗5日嘅時間去改良成功呢個曲奇。青年人因着長者同埋長期病患者嘅需要，佢哋踏出自己嘅舒適圈，由零開始去學習製作、研發，為嘅希望長者同埋有需要嘅人士可以生活裡面有多一啲嘅甜。呢一年入邊其實都做過超過10場嘅分享會啦。可能一開始我哋係專注做長者嘅茶敘啦，到之後可能擴展過去精神復康人士，或者係真正嘅糖尿病患者服務嘅人士都大約係400人左右啦。搜集咗好多我哋啲老友記嘅意見咧，而整出嚟俾我哋食咁咯，啱我哋嘅口味咯。好似我哋而家擇戒咧，糖尿病擇戒咧，醫生都唔主張我哋食太多甜嘅嘢，唔好為咗我唔可以食，佢困擾咗佢，好似好唔開心。我哋去咗台灣嗰度同當地嘅烘焙嘅老師啦去學習，去一個嘅青少年中心啦，去整我哋嘅1號酥同埋合桃酥啦，去令佢哋知道我哋香港嘅有做呢一個嘅 project 啦。喺市集入邊其實都見到原來公眾對呢啲嘅反應都係可算熱烈。我哋都獲得好大嘅鼓勵啦，因為大家都係俾啲好正面嘅回應我哋啦。個甜度可能係淡一啲啲嘅，咁但係都唔係話冇甜味嗰隻，一食落去個口感咧係好相似嘅。對於一啲病人，即係譬如糖尿病啲病人咧，佢哋真係能夠食到佢哋一啲嘅小食咧，係真係好有呢個幸福感嘅。而最開心嘅係見到佢哋呢一份服務社區嘅心，感染到中心其他青年人，亦都令中心開展咗其他社創嘅團隊。嚟緊有個社創計劃，其實係照顧呢個嘅殘疾人士。長青共融嘅活動，我哋而家都籌備緊嘅。亦都希望有更加多嘅新嘅力量去宣揚呢種社會共融嘅一個理念咯。